疫情停办2年的金甘蔗雅典，今年等来台南市恢复举办，而且转型为台语雅典，所有的参赛者拢爱用台语来拍影片，首奖是美金1万块。 今年许热，全美戏院会变个热烈，因为伫咧高雄经营15年的金甘蔗雅典，今年要来到台南转型做台语雅典，同时结合戏院和赤坎相关，共同来发展台语的文化经济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看电影。为了推动台语文化复兴，雅典决定回到台湾的起点台南，嘛祭出首奖增加到1万块美金。 希望一天台语电影会当亲像韩国片同款，互全世界看到。咱鼓励所有人来拍台语电影，互台语的优雅、台语的美丽，互大家看会到，嘛听会到。8月12到9月17会举办青影的台语影展，放送300支影片，加上台湾总统世界首映会，欢迎大家时到做位来体验这个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